究竟係咪所有嘅奔馳272發動機都要打散發動機進行大修，先至可以徹底治理燒機油呢？嗱，就好似我身後邊嘅呢4部唔同嘅車型，呢部係08年嘅 CLS 350，10年嘅 S300，10年嘅 S350，12年嘅 E300，都係272嘅發動機，但係車型唔同，年份都有啲區別，所以呢款272嘅發動機燒機油嘅主要原因，只係因為呢個小小嘅零件。氣門油封老化導致密封唔好，所以咧會產生燒機油呢個現象。其實如果發生燒機油，並唔係話下下都要將個機頭調出嚟打散大修先至可以解決。呢個時候只要更換呢個氣門油封就可以徹底解決問題。咁但係單獨更換氣門油封免拆發動機呢個費用慳翻90%都唔止。咁當然單獨更換呢個氣門油封嘅難度亦都係比較高，要相當有經驗嘅師傅同埋咧配合埋專用嘅工具，先至可以做得到，所以話專業嘅事都係要交翻俾專業嘅人去做。如果你嘅 Benz 車都行咗15萬公里以上，同時都出現呢種燒機油嘅情況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等我彭 Sir 幫你參考參考。我為周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 Benz。